大家好，又嚟到今周嘅市場熱話。今日咧又想同大家分享翻咧 Tesla 嘅業績啦，比亞迪嘅一個一個拆股行動啦，再加上咧就係呢個印度股市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Tesla 嘅整體第一季業績咧就不如預期啦，尤其是汽車業務嗰方面咧，嗰個收入咧更加按年咧跌2成嘅。而家嚟講咧，其實 Tesla 咧就係最主要個股價盤後之後有所上升咧，都係憧憬翻咧 CEO 咧 Elon Musk 咧嚟緊咧會投放更加多嘅時間喺 Tesla 管理嗰方面啦。再加上啦，就係咧公司咧亦都表示翻咧，今年上半年咧一個平價版嘅 Tesla 汽車咧有望就係推出啦，而下半年咧，例如就係嚟緊咧都會咧可能6月份咧喺呢個美國嘅奧斯丁咧就係試點翻咧 Model X嘅一個汽車嘅。咁嚟緊今年年尾咧，其實咧Tesla 旗下嘅一個機械人咧就係 Optimus 咧，亦都有望咧量產化。咁呢啲消息咧，其實咧就提振翻咧 Tesla 短期嘅股價啦。不過咧整體嚟講都要睇實翻咧，究竟咧CEO 咧 Elon Musk 咧係咪咧真係咧會花多啲時間喺個Tesla 經營嗰方面啦？所以咧呢一刻嚟講咧都係咧要先觀望啲，未必咧就係適宜咧就係呢一刻咧就係立即咧就係買入嘅。咁啊對於比亞迪嗰方面啦，當然啦，比亞迪個業績咧就係優勝於 Tesla 啦。咁啊不過咧見到咧比亞迪咧其實一手嘅入場費咧都接近20萬啊嘛，一般散戶咧都未必能夠咧負擔得起嘅。所以咧今次咧比亞迪咧就宣布咗一啲股東嘅一啲行動啦，包括咧就係除咗一般嘅就係派發末期息回饋股東之外咧，其實咧都派發翻個紅股啦，亦都有做一個咧就係資本公積金咧一個轉增嘅一個行動嘅。咁呢方面嚟講咧，有望咧就係比亞迪咧整體嗰個發行嘅一個股本咧，就係由而家嚟講大概咧就係30億咧，就係提升到去90億。咁啊變相嚟講咧，其實即係一插三嘅一個行動啦。咁而家嚟講咧，見到比亞迪個每股嘅股價咧，大概就係300零蚊嘅。之後咧，如果整體嚟講咧，個公司行動完成之後咧，就會大概下降到咧100零蚊啦。每手嘅手數咧，大概咧都係維持翻咧500股嘅。咁啊，整體嚟講咧，當然啦，一手嘅個入場費降低咧，有望咧都係會增加咗啲新嘅投資者啦，令到市場上面嘅流通量咧都有所增加嘅。咁啊，如果嗰個大市咧個氣氛咧都配合翻嘅話咧，其實咧比亞迪咧過去嚟講業績一向亮麗咧，而尤其是而家嚟講咧喺海外發展嗰方面嘅步伐咧都相對較快咧，有望嚟講咧當個大環境咧個氣氛轉好嘅話，其實咧佢都會咧繼續跑贏個大市嘅。最後嚟講咧，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係印度市場啦。如果縱觀翻成個4月份嘅話，其實咧表現得比較好嘅咧就係印度市場。咁啊，其他市場方面咧就相對順勢一啲啦。今年嚟講咧，印度咧已經減息咗2次㗎啦。咁啊，見到當地嘅通脹咧都有所趨緩啦。包括咧一啲商業銀行嘅一啲存款嘅貸款咧，而家存款嘅一個利率咧都有所下降嘅。咁啊，見到最新嚟講咧，例如 HDFC 同埋 ICICI 咧呢兩間比較重磅啲嘅印度嘅銀行股咧，其實出嚟個業績咧都好過市場預期嘅。再加上而家嚟講咧，印度咧未必就係喺美國貿易戰裡面個風眼啦，市場亦都憧憬翻咧，印度同美國咧嚟緊都會達成翻個協議，可能咧印度咧嚟緊都會增加翻一啲美國石油啊，同埋啲天然氣嘅進口嘅，所以呢方面嚟講咧，參考翻啦，之前印度股市咧都經歷咗一段相對整固嘅階段啦，咁個印度股市2025年預測市盈率咧，大概咧而家回落到去咧20倍嘅一個水平嘅，咁相對嚟講又唔係話太貴，又唔係話太過平，所以咧當個整體嚟講，貿易戰嗰方面咧，其實就係嗰個基調已定嘅話咧，其實印度股市咧都可以咧重新關注翻嘅。咁我今日咧市場熱話嘅分享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，亦都利益申報翻咧會有持有上述提及嘅股票嘅。咁下集再見，拜拜。